大家好，地區視頻介紹懷素嘅生母，在漢語方言中大體分為兩大類型，克生母和賀生母。另外還有幾種類型，使用人口比較少。和上一期視頻嘅客路一樣，嶺南地區、西北地區全部調查點依然係克生母，最大嘅差別出現在東北三省、內蒙古、河北、北京、山西、老山西。地道地區嘅客路除了讀克生母，還有次生母。懷素冇一例外，從東北三省到西南官話區，全部只讀克生母。福建老潮汕地區嘅閩方言客老懷兩特殊都係克生母。淮南省雷州半島部分人士嘅閩方言讀克生母，部分人士讀賀生母。淮後話客老懷兩特殊都讀賀生母。粵方言係讀賀生母最典型嘅漢語方言。兩江地區嘅大部分客家話也係讀賀生母，包括華人、惠陽客家話。讀克生母嘅人士有平人、較量、大埔、豐順、興寧、吉利。粵北地區嘅部分人士也讀克生母，部分人士讀賀生母。台灣嘅客家話調查點苗栗新竹桃園三人嘅客數讀賀生母，懷素讀克生母。梅州地區嘅平人、老興寧兩人士嘅客讀賀生母，懷讀克生母。五華人相反，客讀克生母，懷讀賀生母。華人、惠陽兩特殊都讀賀生母。閩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吳方言絕大部分人士或者全部人士客懷兩特殊都讀克生母同普通話。江西北部少量人士嘅贛方言客懷兩特殊都讀賀生母同粵方言。贛州地區嘅客家話嘅客數全部調查點都讀克生母，但係懷素有唔少人士同華人類型讀賀生母。緬甸地區只有連省人讀賀生母，但係連省嘅客數也係讀克生母。廣西絕大部分漢語方言讀賀生母，包括客懷兩數，包括粵方言、客家話、平話、老土話。最後總結一下，地區視頻介紹嘅懷素在漢語方言和客家話嘅生母主要係克和賀兩大類型。賀主要分布在兩江地區嘅粵方言和客家話。閩方言除淮南、雷州半島外，福建、台灣、潮汕地區都只讀克生母。客家話讀克生母嘅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區、梅州地區嘅大埔、豐順、較量三人，以及粵北地區嘅部分人士。多謝觀看下期視頻，再見。